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，全台湾拢冷叽叽。气象署表示，讲初9到11是淡过冷的天气，即东北部山区落雪机会会较悬，有不少民众正期待要上山去看雪。医生也建议讲，这2000公尺以上的关山，就可能出现这高山症和雪崩症。建议民众若准备看雪，就爱穿雨靴，也爱挂这乌仁目镜，避免这雪白闪闪反射紫外线会伤到目睭。规台奥多麦拢予雪包围，民众初八下晡驶车去哩合欢山要看雪。虽然迄当阵无落雪，不过沿路的树尾拢结霜。气象署表示，初9受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，暗时愈暗，温度会愈低，一直到11这段期间，东北部山区这方面水气较高，落雪几率上悬。像是宜兰附近这一带，像太平山啊之类的，就是迎风面地区的山，目前白天的话，它的温度大概已经下降到3度左右。配合这个水汽的话，它这个尤其是在东北部的山区，是相对来讲的话，是比中部还有北部其他山区下雪还有结霜结冰的几率还要高一些。气象署表示，11进前天气淡搁冷，北部2000公尺以上的关山落雪几率悬，未少民众拢有打算要上山去看雪。不过，医师也提醒讲，去关山看雪可能会引起高山症，也是雪崩症。若是头壳痛、想要吐，上好就莫继续上山，若无高山症症状会愈严重。另外，医师嘛建议看雪爱挂乌仁目镜，若无可能会引起雪崩症，会造成目睭暂时看袂清物件。高山症它最常见的一个核心症状是会头痛，那可能会合并一些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些吃不太好、睡不太着，然后一些恶心啊、不舒服的症状。那最重要就是要休息，降低高度，因为雪地其实对日光的反射是蛮高的。那如果我们就是看着雪地啊，会有一个视网膜受到强光刺激的一个过程。那我们原则上就是戴太阳眼镜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建议。医师表示，低温有可能会造成身体无爽快，一个关山紫外线嘛是真强。民众想看雪，也要注意是毋是有抹风拍膏、挂乌仁目镜，减少对皮肤甲目睭的伤害。记者张家嘅曾俊佑台北报道。